到彼得點樣教導咧？彼得就話啦：你們各人要做啲乜嘢啊？第一要悔改啊，奉耶穌基督嘅名受洗，呢個係第二。第三咧就話受洗可以叫我哋嘅罪得赦，然後就領受所賜的聖靈。呢啲嘅步驟啊，係我哋每一個屬神的人，即係基督徒咧，係應該有嘅吓。所以每次當我哋讀聖經有感受，而神嘅話對我哋嘅內心說話，我哋覺得扎心，我哋都應該問，應該點樣去行呢？記得嘛？所以啊，當我哋睇到啊，原來啊，主耶穌都教導我哋喺約翰福音第16章第8節啊，呢個就係為罪、為義、為審判自己責備自己。自己責備自己嘅意思就係話：哎呀，我做咗呢啲咁嘅壞事，我而家唔再做，跟住我要做好事。點樣去做好事？就先除去所有嘅罪惡，先有機會持續不斷的做好事啊！所以聖經教導我哋悔改啊，要有悔改嘅心相稱。如果冇悔改嘅心相稱咧，冇可能啊會做到好事嘅。記得嗎？當我哋睇呢一個嘅路加福音第3章第8節啦，施洗約翰出嚟傳道嘅時候咧，你睇翻第3章第8節嘅路加福音吓，咁咧就亦都提及啊，我哋點樣啊，即係信主之後嘅情況吓。第3章第8節，好多人去到約翰面前啊，要受他的洗啊。咁約翰對眾人講話，毒蛇嘅種類吓，佢話：誰指示你們要逃避將來嘅憤怒呢？第8節，你們要結出果子來，與悔改的心相稱。有冇睇到啊？悔改嘅果子就話要將所有嘅罪惡除清。悔改嘅果子你可以喺旁邊寫低吓，呢個加拉太書5章吓，即係18、19、20節吓。情欲嘅事係顯而易見嘅，就如奸淫、污穢、邪蕩、拜偶像、邪術、仇恨、爭競、忌恨、惱怒、結黨、紛爭、醉酒、荒宴、兇殺、